好美啊！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漂亮。以后你想出来就告诉我，我就带你出来。谢谢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这辈子都看不到这么漂亮的美景。不用谢。不知道婉孤城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会是什么表情？站住！往日经常来送饭的那个呢？他怎么没来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也是临时被安排过来的。快走，快走！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婉孤城，婉孤城，婉孤城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受伤了？对不起，我今天没有跟你去送饭。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你不用说对不起。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谁欺负你了？他们竟然还没走，你赶紧藏起来，快藏起来！可既然都来了，我就不会在这种时候退缩。王孤晨，我就说你这阵子不对劲儿，果然被我抓到。这是哪个低贱的小仙婢，居然和你混在一起？也对，都是低贱之人，干得出这种事儿。管泽瑞，你住口！平时欺负我就罢了，我不允许你侮辱他。管泽瑞，他是你？你当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一个天生不祥的灾星，要不是皇爷爷仁慈，你凭什么和我一样被送过来修仙？你既是他的家人，为何要如此欺负他？呸！他就是我们晚风国皇家的耻辱。给我上！没事，他们走了。你是第一个出来保护我的，谢谢你。没事儿，就当是你这些年给我送饭的报酬。不过，他既然是你的家人，为何要如此待你？从小，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不祥之人。陛下，我晚风国从未被夜族邪魔侵犯过。如今小皇子刚出生，便引来夜族，以致痛失我朝太子和太子妃，这是不祥之兆啊！是啊，刚刚出生就有这种从未真是不祥之兆。我给他种下了心魔，无论以后他是何身份，多大本领，身在何处，都会永远怕狗。害人精！讨厌鬼！害人精！这个灾星！所以，你的父母都是被夜族所杀。万孤城，我的体内就封印着夜神。即使这样，你也一点都不恨我吗？自从我知道你的存在，也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和我一样被视为不祥，
被抛弃的人，我瞬间就觉得不孤单了，所以我才一直想要见你。至于夜神，那又不是你的错，我不会把仇恨转移到一个无辜的人身上。没关系，以后我来保护你，我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你了。这个是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物件。我害怕的时候，总感觉她在保护我。我现在将它送给你，这样，即使我不在的时候，也有它替我保护你。我一定会保存好的。要是有人发现你跑出来就不好了，先回去吧，我商议好便去找你。那一言为定。你来了？等很久了吧？没有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好漂亮啊！你怎么做到的？你说你的血会让花枯萎，我又偷偷学了一个小法术，只是还不是炉火纯青，维持不了太久。我很喜欢。那你以后要经常给我编这么好看的小花。你喜欢，我就给你编。白一夕，没想到你真的跑出来，触犯仙规。啊，你果然是那个妖怪，难怪你俩搞在一起。妖怪配丧门星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在仙门10几年，从未做过任何坏事，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。你难道不知道你是上古邪神的凡胎容器吗？你到处乱跑，若是放夜神跑出来危害人间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又不是我要危害天下，也不是我想当夜神容器的。
凭什么要我承受这些？你竟说出如此冷漠自私的话，心中毫无慈悲大义，枉费先主饶你一命。既然你敢做出罔顾三界生灵安危之事，那便留你不得。阿晨，你没事吧？叶希，叶希，不要，不要！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叶希，不要被夜神控制。叶希，叶希，快醒醒！叶希，叶希，叶希。还打瞌睡呢？你知道里面关的是谁吗？是封印夜神的容器，随时都有可能变成夜神。打起精神！如此可怕之人，却分到我们看管，真是晦气啊！造化弄人，多年来，九重霄一直未能选出合适的执剑人。然而夜神蠢蠢欲动，妄图打破封印。当务之急，是从仙门弟子中选出符合神剑心意的执剑人，护佑封印，守护苍生。是。是你在陪着我吗？是我太弱小，没能守护好你。先主说要选拔执剑人来守护封印，一心，我要为你成为执剑人，我一定要守护你。这么好看的血景，只可惜你不在我身边。
众仙恭迎九重霄新任执剑人万孤尘。都说了我不吃了，拿出去。阿晨，阿晨，真的是你吗？我偷跑进来的。一心，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现在已经成为九重霄的执剑人了。你果真做到了。以后就由我来守护你的封印，就可以说服他们放你出来了。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，是我母亲留给我心爱之人的玉佩，但现在还在晚风国，你等着我回来拿给你。我等你。我很快就回来。万孤尘，你竟敢持剑进入大殿，果然有谋逆之心啊！当年我父亲身为太子，死于夜族之手。你们这些叔伯父，恐我继承太子之位，便大做文章说我不祥。多年来，皇爷也一直未肯重新册封太子，你们便一直忌惮我，陷害我。如今我已是仙门执剑人。来此只为拿回我父母遗物，赠予我心爱之人。若再有人阻拦，休怪我不手下留情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战神大人，仙主在大殿等您，有事相商。知道了。万孤尘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启禀仙主，这万孤尘刚当了执剑人，就下界去了晚风国，以仙法在凡间作乱，实属触犯天条。可有此事？并非如此，我去人间拿回我父母遗物，只为赠予我心爱之人罢了。你可是要去见那白羽溪？正是。那本尊就不能让你们相见。为何？因为白羽溪就是夜神，是三界要除灭的邪物，任何人不得去见他，这是命令。抗命者，视同背叛仙门。什么意思？你说成为执剑人，不就是为了守护夜神封印？我为何不能去见他？难道是本尊没说清楚吗？执剑人的职责不只是守护封印，你的使命更是杀死封印着夜神的白羽溪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彻底铲除夜神。什么意思？你一直在骗我们！当年本应由作为执剑人的我亲手杀了他，可昔日与夜神大战，我身受重创，功力大减，无法被神剑所认，所以只能选一名新的执剑人来替天行道。现在他身上的封印越来越弱，只怕有一日，夜神就要破除封印。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，成为执剑人可以守护夜神封印？因为她是神女的女儿。本尊不忍让仙门得知，
执剑人要杀的，就是神女的孩子。可是对他来说，岂非太过不公？是要让夜神破除封印，祸乱天下，你我成为千古罪人，还是为了所有人彻底铲除夜神？你我还有的选吗？不行，我答应了他，要去见他，不然他会担心，会害怕。见完他，有什么罪，我自领。众仙结阵。请执剑人躬身自省。这是仙主特意嘱咐我要送到的东西。婉孤城呢？他因为忤逆仙主被赐死了，临死前还握着这枚玉佩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骗我的是不是？他这么好的人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你骗我的是不是？你骗我的是不是？那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不过跟你搞在一起的人，也不会是什么好人。他根本就不配做执剑人，活该被雷给劈死。我不信，你撒谎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好一个狗仗人势的东西！是谁？这么多年的隐忍，换来的只有最爱之人的死讯。难道你还要继续忍下去吗？你们既然杀了阿芷，那便给他陪葬！夜神，好久不见呐！好久不见，长庚仙君。我在这躯壳内所遭受的一切，可还历历在目。若不是你们九重霄苦苦相逼，我还不至于这么快就觉醒。如今你将婉孤城杀了，我便也只好杀了你，就当替这女娃完成心愿。白天，婉孤城还没有死。什么？一心，仙主无意伤了我，就让上仙替我救治。我是受了重伤，无法见你。
们替我转交玉佩。万古尘，长庚，你骗我！王孤臣，你看见了吧？你看见白羽系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吧？他会干出多少生灵涂炭的事情？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只有杀了他，夜神才不会继续危害三界。万孤臣！万古尘，你不记得我们的约定了吗？你还等什么？等他破除了封印，彻底抢夺了白羽系的身体，白羽系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动手啊！快动手啊！我不想被夜神夺走身体，求求你，快帮帮我！求你！王孤臣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你与夜神藕断丝连，注定后患无穷啊！我会带走乙系，让他不会再有机会伤人。神剑已封，从今日起，我便和你一起离开九重霄。我们还能去哪？我真的很怕夜神会再次出现。别想那么多，你想去哪里，我就陪你去哪里。我会一直陪着你。那我想去你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。好，我带你去。这里便是你的家乡吗？我还是第一次来人间。喜欢吗？嗯。开花环了！哎，姑娘，哎，买束花环嘛？啊？这是什么花？好漂亮，之前从未见过。它叫结草花，结草衔环，只为一人。哎呦，这姑娘戴上这花环呀，像仙女下凡一样，真好看。哎，送给你了，我不要钱了啊！这世上只要有一人为我，便是活过，没有白来一趟。哎，你看，听说把愿望写在孔明灯上，就一定会实现。好漂亮啊！走，我教你放。好了，写的什么？
不告诉你。那你要先许愿，要闭上眼睛。啊。好了吗？好啦。来。3、2、1。你刚刚许的什么愿望？白乙烯，平安，幸福。你说，九重霄上的老头子看到我们的孔明灯，到底会不会帮我们实现愿望？哼，早知道就写个九重霄，滚蛋！这里西面是山，北面就是集市。我把这里买下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这是我们晚风国名菜。一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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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阿禅。一些，我要被夜神控制了。一些，
让你不那么痛苦，你洗多少，我都愿意。洗，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会吃出你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不会伤害我的。一心，怎么了？做梦了？没事，只是我感觉我越来越压制不住夜神的力量了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跑出来，害你受伤。阿晨，我很害怕，我怕我哪天被他彻底吞噬，失去理智，然后就再也不记得我们发生的任何事了。不会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一个人经历这些。我去开一些凝神静气的药，别害怕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就是他！当时我看见那名女子，她就啊！我好痛苦，快让我咬一口啊！当时夜神就是这样吸走了他的精气，是我亲眼所见，绝对不会有假。万孤尘，你竟敢把白乙溪那个妖孽带来晚风国，你这是要置晚风国国民的性命于不顾！你果然是个灾星！对呀，就是个妖孽灾星。就是，明明是个不祥之人，偏偏要回来，回来也就算了，还带了个恶魔回来。我看分明就是存心的。凤凰氏怎么会有这样的子孙？心眼坏透了。那个夜神啊，十分恐怖嗜杀，你只要跟他多对视一眼，绝对活不过明天。这可怎么办啊？他只是被夜神附了体，他是无辜的。哼！既然知道自己体内封印了夜神，就不该到处乱跑。被他害死的人，那才叫无辜。没错，说的对，没错，就是抓起来，不负责任。别跟他废话，把他抓起来，再把白乙溪也抓起来，给我上！小川，你们别伤害他！小川，娘，我觉得他不是坏人，体内被封印恶魔好可怜，你们不会杀人吧？我答应你们，我们不会杀人。人呢？一群饭桶！一心，一心，一心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魔气又发作了？一心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让我进去，我可以帮你。一心，不行，我不想你看到我这个样子。一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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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本意。夜神是三界之敌，只有你可以控制他，只有你可以保护三界。一心，你不是夜神，你现在有家了，你有我给你做的秋千，你有结草环，
你不是想游历人间吗？我还没带你看皮影戏呢。你还没有吃过我们晚风国的糖葫芦。雨欣，坚持住，坚持住。雨欣，雨欣，雨欣。雨欣，我在。阿晨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前一直在想，我恨他们。我恨他们从小把我当作怪物，我恨他们打我骂我，看我的眼神都一个样。既然世人都如此，为何我要保护他们？他们的命与我何关？可是你刚刚说的，我才发现我骗不了自己。我心里还是希望能够被他们喜欢。还是想活着，能够保护三姐。对不起啊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本是执剑人，应当是爹娘的骄傲。我理解你，一心。我就在这儿，我就在这儿陪着你。喝一口，喝完说不定就不发作了。再来一口，再喝一口，就不发作了。怎么样？站住！站住！王功臣，你带此恶神回国，让晚风陷入巨大的危机当中。皇上天威震怒，你们无路可逃了。婉孤臣，乖乖投降，我们还可以给你留个全尸。一心，别害怕。被夜神占据身体。快停下！不要再乱杀人了！别杀我！你让他别杀我！不是，我是你亲叔叔啊！以后我什么都不跟你争了，你让他饶我一命吧！不是，一心，你给我下来！他对我们构不成威胁，你给我下来！
对不起。百姓，你还我娘子命来啊！你还我娘来！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娘！在心，滚出去！这是万风国的千古罪人，生生世世不得好死！不得好滚出去！你别碰我的船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的小春是活活被呛死的，他还那么小，他那么善良，他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他做错了什么？娘，我觉得他不是坏人，体内被封印恶魔好可怜。你们不会杀人吧？小川死了，我也不想活。是你们害死了我们娘俩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爹爷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他们？不孝孙婉孤臣，叩见皇爷爷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孤臣呐，如今我万风国死伤惨重，我又有何颜面做这万风国主啊？孙儿有孙，愿以死谢罪。皇爷爷，皇爷爷，朕已时日无多，可我万风国危在旦夕，百姓存亡的重担就只有依靠你了。孤臣呐，能不能答应皇爷爷，救万风国这万千无辜的百姓啊？孙儿答应皇爷爷。一些，那些都是我做的吗？不是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一些，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会陪着你。你之前说过，要带我历遍人间所有快乐。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想做的，那便是驾驭你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成亲。枯树颓败年轮，绕过几圈爱恨，誓言辗转离分，刻薄红尘如人，命运冰冷口吻，生
生世事少人，最苦涩泪一拜天地，灼烧我的唇，回忆堆叠温存，难舍你我缘分。命书斑驳掌纹，二拜高堂，分隔白夜晨昏，寒风揽尽寥落的星辰，我依旧在等，等不回，许你共度余生。没想到这样的喜事被我给碰见了。一些。快从以西的身体里出来！我就是白以西，白以西就是我。倒是你叽叽喳喳的，让我有些厌烦。受死吧！九重霄选出来的执剑人，就这个水平。等我将你杀了，白以西便再也不会挣扎。叶神，我不准你这样玷污以西！今日我便杀了你！一心，你怎么样？你难道？你早就知道我拿了神剑是不是？风雨散一最是前缘，问来生何日再见？千年这一瞬，情意何换？爱一番难断，剪一段时光，心潮破碎，与你你为什么不恨我？尽管以后落花被千回，愿一段时光。这是你的生命，也是我的，就连爱你都来不及。怎么会恨你呢？答应我，两天我去看看碧云溪，尝尝糖葫芦。你们好好的，活下去。风雨散一最是千年，问来生何日再见？千年这一瞬，情意何换？爱一番难断，剪一段时光，心潮破碎，与你也无悔。尽管以后落花被千回，愿一段时光与你相伴，相思已相随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原来我才是夜神，我才是。我才是夜神。一心，我现在就来找你。
重霄重重选拔出的执剑人，居然为了一个女人寻死觅活，真是丢尽了九重霄的颜面。执剑人的使命我已经完成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白一夕还没有死，300年后，他会复生。是你骗我，我才会去当执剑人，让我杀死我最心爱的人。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？安国臣，本尊做事从来不为自己。今日你杀了他，换取此后300年的和平，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普天下的英雄，九重霄的战神。够了！信也罢，不信也罢，如果300年后他没有复生，你再死不止。300年，对我来说太漫长了。战神大人，战神大人，说，最近我们发现有很多夜族人在万瀛洲一带活动，只怕他们在那儿已经有了自己的据点，此事还得烦请战神大人亲自前往处理啊。我知道了。这是我300年后的第2世。两位大哥，请问你们知道出口在哪儿吗？我怎么也找不到出口，这下脚又崴了，你们能帮帮我吗？小女子愿以玉佩作为答谢。哎呀，姑娘，就你一个人呢？我爹自小便不要我们了，我和我娘相依为命，只是没想到我娘也得了重病，离开了我。太可怜了。哥哥知道路，跟哥哥走。哎，对，哥哥知道路。谢谢哥哥们。那走吧。哎，走，随车去。慢点。哎，慢点。这里是出口吗？怎么感觉迷雾越来越浓了？这当然不是出口了。你要是出去了，哥哥们还怎么享用你呢？滚！味道果然好，滚！本小姐非常满意。滚！刚刚不是还迫不及待吗？怎么现在急着要跑？